總價110幾萬啊，就可以上車深圳一套複式3房喎。你冇聽錯，今日帶大家嚟睇呢個屋苑呢，真係真心嘅推介啊！嗱，先講重點，第一，位置非常之正，喺龍崗嘅寶龍科技城核心，對面呢就係比亞迪同埋生物醫藥基地，產業支撐呢就非常之強嘅，升值潛力呢都係冇得頂啊！第二，交通徑，行200米呢就到地鐵14號線南約站，去深圳市中心呢都好快，北上通關呢都非常之方便噶。第三，配套齊，項目自帶10萬平方米嘅購物中心，生活都無可挑剔啊！嗱，當然啦，客觀講少少缺點，人多嘅時候呢，電梯呢可能就要等一陣啦，而且同福田 CBD 相比，距離呢確實係有啲遠嘅。中意市中心快節奏嘅朋友呢，可能就要考慮一下啦。嗱，除咗地鐵，周邊呢都係成熟嘅居民區，平時買餸食飯、日常消費呢都係一應俱全嘅。對於中意北上揾機會或者想喺大灣區有個落腳點嘅香港朋友，呢個盤絕對係心水之選。嗱，我哋重點嚟啦，呢個64平方嘅戶型，全屋苑呢都係精裝交付，一入門口呢就見到個純南向嘅露台，直面小區嘅園林啊，採光通風都係一絕嘅。嗱，再睇下一層，第一間房間嘅空間都非常之闊落，仲有埋定制嘅衣櫃添，洗手間做到乾濕分離。第二間房呢就細少少，但都有通風嘅窗，夠晒採光啊！最正呢就係呢個複式嘅閣樓啊，可以做到儲物間，或者呢做第3間房。屋苑家私電器呢全部都配備齊全，真正做到拎包入住啊！嗱，總價110萬起，單價呢都係1萬6左右嘅啫。呢個價錢喺深圳買地鐵口複式啊，真係冇得頂啊！想要知道詳細資料同埋收益回報嘅朋友，快啲私信留言俾我，免費領取獨家資料。